小班張澤峰，今日我要講嘅課文係第7課，歡迎新朋友。今天兒童樂園來了，新朋友小熊大家知道了，都熱情地來找他玩。小狗跳圈最棒，他首先拉小熊去跳圈，結果小熊卡住了，動不了。小兔跑步最快，他帶小熊去跑步，結果小熊跑來跑去，熱得滿頭大汗。小馬跨欄最好看，他背著小熊跳，結果小熊跌倒在地上，痛極了。大家把小熊拉來拉去，小熊嗚嗚地喊了，麥地哭了。然後小象走過來，伸出長鼻子抱起小熊，請小熊騎在他的背上溜滑梯。小熊開心地笑了，最後大家一同溜滑梯都笑了。聽